話，內地記者高瑜3月初兩會召開之前，被安排離開北京，去到雲南大理旅行。內地維權人士蘇雨桐內地霧霾啦又翻嚟啦，中央氣象台持續發佈黃色預警啊！氣象部門就話咧，京津冀呢2日霧霾就最嚴重啦。有環保團體就拍攝宣傳片，話未來咧大家都唔使戴口罩啦，而係生出長嘅鼻毛嚟過濾污染，嚟諷刺內地嘅霧霾。京城好似俾濃霧罩住一樣，就算佢今年兩會期間，中紀委打虎咧有頭有尾。繼人大開幕當日咧，全國人大教科委副主任王文落馬之後，今日兩會閉幕之後咧，中紀委就連續再打兩虎啊！總理記者長2個幾鐘頭嘅中外記者會啦，可以話係總理李克強嘅個人 show 啊！李克強呢一次雖然冇引經據典啊，不過仍然有唔少搶眼嘅片段。